呢度係 Henderson Cadence Master Plan 社區，呢度嘅社區管理費係75蚊一個月。呢個社區中間有一個大公園，有社區游泳池。喺呢條街呢一度呢，望到賭場街。今日睇嘅呢間屋呢，係2023年起嘅，非常之新，兩層屋，1446尺，總共係有4間房，3個浴室，其中有一間房同埋一個浴室呢，係喺樓下1樓嘅。呢間屋呢，1樓係做咗木地板，正門行入去左手邊呢度係個客廳 living room， 然之後呢邊係廚房，廚房台面係白色嘅 quartz countertop， 不鏽鋼嘅家電器，灰色嘅櫥櫃。呢個 sink， 雪櫃喺呢邊，然之後呢邊係車房，車房呢度有 Tennessee water heater。同埋有一個濾水器，全屋嘅 water filter system。廚房呢一邊呢度有一個嘅 pantry。然之後呢邊係去後院，後院已經做好咗，鋪咗 pavers 同埋假草皮，側邊有啲石頭，冷氣機喺呢邊。呢度係正門入口嘅位置，通過呢條走廊係1樓嘅房。呢度1樓樓底都幾高下嘅，有9尺樓底。呢度係個 closet， 然之後隔離呢度係個浴室。企缸連浴缸一體式嘅，樓梯隔離呢一度有一個 storage， 然之後由樓梯開始，呢度2樓係地氈。上到嚟右手邊呢個雙門開嘅係洗衣房，有洗衣機，然之後過去呢邊係樓上2樓嘅一個客房，呢邊有個 closet。然之後呢度有一個 linen closet， 然之後呢度係2樓第2個客房，呢邊有個 closet。再過隔離呢邊係個 share bathroom。
呢個亦都係一體式嘅浴缸連旗杆，非常容易 maintain。然之後再過隔離呢個係主人房，呢邊係主人房嘅浴室，呢度有個旗杆、廁所同埋有個 walk-in closet 喺呢度。呢邊有 double sink。